大家好啊，我係 Robert 啊。咁因為嚟緊啦，白石角咧都可能會有地鐵站啦。咁大家咧可以輕輕都了解下，究竟白石角你想進駐嘅話，有咩屋苑可以選擇呢？咁我哋由大學站方向一嚟到呢邊白石角啦，右手邊其實就開始係我哋白石角住宅嘅方向啦。咁首先我哋見到第一個大廈啦，就係日龍灣8號啦。咁之後咧見到紅色磚呢個咧，就係海逸灣2期啦，可能係最近嚟緊白石角地鐵站嘅屋苑。之後呢個就係嘉禧，嘉禧咧亦都係啦，有兩個出口嘅，一邊咧就喺向住呢邊馬路巴士站方向啦，另一邊咧就係去翻白石角裡面有另一個出口嘅。咁而呢一個咧亦都係新鴻基發展嘅雲匯啦，白石角好出名嘅國際學校啦。就係麥爾文國際學校嚟嘅，學校隔離咧，其實咧就係已經去到天賦海灣，就有1期、2期、3期啦。而我哋左手邊呢個咧就係天賦海灣嘅1期嚟嘅，天賦海灣嘅3期啦。白石角裏面屋苑比較最大嘅屋苑啦，就係日龍灣。咁可能好多人話啊，我住白石角會唔會好唔方便啊？咁咧，其實你可能生活上買日常用品咧，日龍灣呢度咧，其實係個地下嘅商店街嘅。咁基本上有啲餐廳啦，有啲便利店啦，有啲超級市場啦、補習社啦。咁基本上嘅生活所需咧，都可以喺度供應到咯。咁而好多人可能住過嚟白石角要乜嘢咧？咁可能都想要個海邊嗰個白石角嘅海濱長廊啦。咁其實咧，由呢條路咁樣一路直去咧，大概我諗揸車幾十秒啦，行路可能係1分鐘啦。基本上咧就會去翻呢個海景嘅海濱長廊嘅。好啦，咁跟住咧，其實再轉翻出嚟啦，左手邊啦，呢個就係海逸灣1期。頭先我哋經過嗰個紅色磚咧就係2期，咁所以咧海逸灣就係有1期、2期之分嘅。咁海逸灣1期咧就喺海邊都有啲海景嘅單位啦。如果可能有啲客話投資上啦，咁你見到其實咧呢度嘅對面咧就係中文大學，咁所以咧每一年咧基本上都有好多學生啦會喺白石角呢邊揾單位租嘅。咁可能你見到前邊左邊方向咧就係有個叫University Hill， 係一個都比較受歡迎中大生啦受歡迎嘅租盤咯。咁而依邊講真過翻去大學站咧，其實搭巴士都好啦，其實講緊都係大概10分鐘內嘅路程咯。其實白石角咧，你話多唔多啦，話少唔少屋，其實仲有2個樓盤，呢2個屋苑咧都係比較新嘅，灣8號啦、浪淘4年樓新型號少少嘅屋苑嚟嘅。其實白石角咧唔算好大。咁你見到對面咧就已經係科學園㗎啦，喺科學園呢邊翻工嘅。咁呢個地點咧就好近㗎啦。咁而科學園入邊有啲咩咧，我哋會喺下一條片咧就再介紹俾大家知啦。咁如果你想嚟白石角睇樓或者揾單位，都可以隨時打俾我，我係 Robert 97108755，隨時歡迎你過嚟睇樓。拜拜。